若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社会事，来看这件，这个公寓变做灵堂，互住户活要惊死。台北市有一间公寓的住户来指控，讲有殡葬业者违法伫公寓的3楼经营葬仪社，所以常常拢有身份人伫公寓咧出入，搁碰到这个骨灰翁啊，也则是神主牌啊，囡仔拢着青惊。向市政府来检举，原来这个业者伫去年9月，就互台北市的殡葬处罚款着6万块，但是罚唔惊，也是照常趁钱营业。就这样亮上，就爸爸上楼了，爷爷上楼了，每天就是这样子一直念。明明是伫公寓楼梯间出入的人，总是举乌雨伞，手唔是赶9品莲花，就是动翻黄金翁啊！今天住户发觉讲，3楼伫装潢过了后，敢若点点啊咧做殡葬生意，很惊悚，然后觉得我是在住在那个宁古塔里面那种感觉啦。光一个牌位大概一天就是3到4千块，然后他1个月说分个几千块给我，那我说我不要做这种事。正困扰的住户用监视器搜证，个人发现伊违法的事情，提供为民和台北市殡葬处去年9月已经罚6万块，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将会前，厝边个发现伊偷营业。要来视察就没有啊，直到有人上去拿个莲花，他说也是，拿个什么也是。被投诉的住户强调讲，真正只是亲戚朋友出入尔，无希望被监视器翕到，才会举雨伞。想讲这款的讲法，唔若厝边无法接受。台北市殡葬处这摆嘛无客气啊。那最近一笔罚单，我们会依据我们这个殡葬管理条例的第6条，违法经营这个殡葬设施哈，这个罚的比较重，我们大概这一张罚单开出去是30万。厝边讲，殡葬处的人来客查，就算内底明明有人，嘛无要开门，骂这个业者有够唱秋。是讲主管机关嘛，毋是软脚虾，业者继续违规，就会被继续罚钱，而且罚金会愈罚愈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